台湾、日本3礼拜，拢总拄着5个向风台，日本的10号、12号，咱台湾的什么或者无人机啊、啥物，个上煞要是后几一个每一集，是阮拢伫走，迄风台拢缀我走啊，所以我拢无拄着台风。 我才感觉讲，我真幸福，会当住伫咱这北加州上好势的所在。所以我讲，要甲你大家分享，我是偌幸福的。较甜啊，请恁来大家拢做唱甲跳，会拍鼓啊，好无？好，开始。 来，这个是成龙，拜托一下吼。